响无形的神阵吉他。本次空气吉他大赛的冠军是 Dark X。这次我肯定赢你。方志云。 3年前，你在江城市空气吉他大赛上侥幸获胜，就再也不敢和我正面交锋。如今你我成人在即，为不留遗憾，我方志云特于今日向李大毛正式宣战。时间：小岛中学成人礼后，地点：市动物园狮虎山。让我们在丛林之王的见证下，一决高下。 一旦胜负决出，江湖路远，你我绝不再生瓜葛。他字好丑。李大毛，是男人就来应战。 高考第一，700保底，排除杂念，李大毛。虽然他比谁都笨蛋，但是毕业以后，谁知道还能不能遇上？喂 ，Dark X 是吧？你不高兴就别玩。 最后陪他玩一次好了。别跑！嗨！这3、2、1。 3年了，是时候来个了断。哎，大叔，这有没有卖伞的呀？前面就有。 3年了，是时候来个了断了。少废话，怎么比？不急，不急。呸！小岛中学野史篇传，大智恩仇录。第1章，教导处王中王。编撰人方志云。 李大毛同学，我知道你初中成绩很好的，是不是觉得来小岛中学屈才了？这才高1，不要灰心，老师们都是很看好你的，叫你留堂也不是批评你，就是让你提前适应一下环境。回家把头发理好，明天清清爽爽来上学，好吧？嗯。 哎，Dark X，黄志云，
好好写反思。好的，主任。一个高中生身上叮叮当当，像什么样子？注意点儿。哎，慢走啊，主任。主任。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没？你哪个班的呀？我说可不可以别这么幼稚，手下败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手下败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就这。什么叫就这啊？我们俩的账啊，得慢慢算。萝卜人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炖肉，炖肉，炖肉。八角大王，萝卜八角，炖肉二宝，我俩命运相连，却在此互相残杀，何苦呢？下锅。啊！为什么他们不能做朋友呢？李大毛，我们做朋友吧。哎，我俩其实挺有缘的。哎，你发现没，在你出现之前啊，我冠军都拿腻了。不过我来回想了想啊，就你还行。不过一码归一码啊，下次比赛我肯定对你不会手下留情。嘿嘿。你神经病啊！哎，李大毛，你别跑啊！大毛 Airness， 空气吉他大赛评分中最重要的空气感，其实就是对舞台的激情和信念，是绝对的致敬摇滚精神。虽然没有吉他，但你一定要从心里相信，你有一把无敌的吉他，你就是空气吉他之神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老铁们记得给我一键三连。傻死了。哦，皮卡，命令，嗨。嗯，这画的不是100分帅气的我吗？难道是粉丝？李大毛怎么能和我平起平坐？哼！我得给他来几笔。
喂，方志云。哎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我不管你怎么在学校混你自己的日子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别来烦我。哎，李大毛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跑到我地盘上来，到底是谁烦谁啊？3。那。我们2年没比赛了，怎么着？让我们一决胜负吧。别忘了，你是来找这家伙算什么账的？好啊，这一次我就让你输个痛快，然后从我的眼前永远的消失。呀哈哈哈哈哈！真没劲，怎么能没来呢？还是杨枝甘露超肉肉说话算话，起码它每一口都是真的好喝。哎呀，对呀，没能在正式比赛上把他痛 K 一顿，真的让人很不爽啊！哈？谁想跟他一起玩啊？不就是没去比赛吗？白给你个冠军，哪那么多废话？逃避是懦夫的行为，光明属于真正的勇者。你是白痴吗？老是把这种破输赢挂在嘴边。3年前，我从开始练习到我把你打趴，一共只花了30天。像空气吉他这种没有任何技巧可言的东西，简直就是我人生中赢得最轻松的一件事儿。都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有那么多更重要的事情。总该丢掉点什么吧？是吗？但如果长大的代价是不能好好享受现在的人生的话，也太没劲了吧！我不知道你是怎样，我从小到大成绩一般，运气一般，长得一般，就连写字都写得蛮一般的。他居然还挺了解自己，但是我还挺明白自己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的。我知道，我可能不会比现在更喜欢空气吉他。我喜欢大家每一次表演都付出最巨大的热情。我知道，对喜欢的东西就要有100倍的珍惜。我也知道，3年前我就看不惯你那得了第1还不高兴的臭脸。这和成不成人没有1毛钱关系。本次空气吉他大赛的冠军是 Dark X。喂 ，Dark X 是吧？你不高兴就别玩啊！明明拿了冠军，还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装给谁看？是不是觉得来小岛中学屈才了？回家把头发理好，明天清清爽爽来上学。
从小到大，我好像都是这样，一心想着要长大，要变强，要拿第一，向所有人证明自己，却早就忘了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。当我学习的破比赛，不去也罢。有时候我也会好奇，像方志允这种笨蛋，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呢？没有一点大人的样子，但好像真的很开心啊。我说过好几遍，你废话太多了，直接开始吧！来人！喂，李大妈！上了大学以后，你不要忘了努力练习啊！可恶，方志允这家伙，好像比我先变成大人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啊哈！啊哈哈哈哈！啊哈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志云。今天我邀请到了我的忠实粉丝兼超级高材生兼我的手下败将 Dark X 君，锵锵！今天他要给大家分享他的空极心得。